好，多谢意见。拄则咱听到就是意见，甲咱讲到有消息，讲到参谋总长沈一鸣已经找到，不过这个消息，佫需要等咱的这个相关的国防部的单位出来说明。咱拄则嘛看到伫咧上指部有真侪相关的人员出入入，小等的安怎的来开记者会。若是有记者会现场，咱嘛会随时为大家来掌握。这是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。另外，佫再来关心，这是偷掠鱼仔2届的调查头，敢讲是贼仔有交结。这是新北市的富基渔港海产互人偷摕，一间专门卖海产的摊贩，新历12月29甲1月初1这2天，互贼仔偷摕价值2万块的海产。其中1月初1监视器电眼翕到3个查甫趁休困的时，那亲像是行走卡共款，真正也入去到鱼仔市内底偷摕。摊贩怀疑讲，咱的小连续2天无照规定来扣封锁线，搁再开警报器。怀疑讲敢是内神通外鬼，今嘛警察已经接到报案，当伫咧全面调查。